本维吾尔协会和日本议会维吾尔友谊小组从11月27日至29日分别在日本滋贺县大溪、广岛县广岛市和福冈县小野市举行了集会，以提高日本公众对维吾尔人困境的意识。日本维吾尔人协会领导人、日本议会维吾尔友谊议会小组成员、原财政大臣田远绍家先生以及维吾尔族支持者丸山玉书先生出席了有关活动并发表讲话。他们呼吁日本政府为维吾尔人采取行动。日本维吾尔协会副主席艾赫迈提先生和董事会成员哈尔马特先生在这3个主要城市的听证会上做了报告。艾赫迈提先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通过录像和图片证据介绍了中国近3-4年犯下的危害人类罪和对居住在日本的维吾尔族的破坏。据悉，因涉嫌企图非法越境而在乌克兰被拘留的哈萨克族人伊里森·埃尔肯从乌克兰移民局获得庇护。伊里森·埃尔肯原是一名居住在东突厥散伊宁县吉利屿镇的哈萨克族人，现年23岁的他上个月中离开东突厥散，打算从哈萨克散出发，经过乌克兰与波兰，最后到德国申请政治庇护。然而11月11日传出伊里森近日在乌克兰西部边境城市利沃夫被捕的消息，被关在当地的遣返中心，面临可能被遣返回中国的命运。自由欧洲电台报道，伊里森目前已从乌克兰移民局获得庇护，乌克兰当局于27日批准他的庇护文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取得一份外拽的117页湖北省卫生当局机密文件，报告上注明内部文件仅保密。内容显示，中国对外公布的数据只是全部疫情的一部分。中国当局出于政治考量隐瞒疫情，在爆发初期处理失当。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称，独家获得中国内部文件，揭露武汉病毒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当局防疫不当，包括平均确诊数时长达23日。这些外拽文件经 CNN 委托6名独立专家确认内容是否属实。CNN 报道称，造成年初武汉疫情预警系统失灵的原因之一是湖北疾控中心经费短缺及受官员作风影响，疾控人员无法进行议员调查。耗巨资建立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完全没有发挥功效。英国政府周一宣布，将禁止英国电信公司在2021年9月之后安装新的华为 5G 设备，这是其逐步淘汰这家中国科技巨头 5G 基础设施计划的一部分。英国数字部长道敦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采取大胆的措施，他们是世界上最严格的电信安全制度之一。他说，其中一个主要方面是与高风险的供应商做斗争。我已经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以便不迟于2027年从我们的 5G 网络中完全去除华为设备。这位部长说，我们将以前所未有的监管力度来查明和禁止对我们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电信设备。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表示，司法部并未发现2020年美国大选中足以推翻选举结果的舞弊证据。截至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足以改变大选结果的大规模舞弊。巴尔12月1日对美联社表示，司法部与国土安全局调查了这一指称。截至目前，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支撑的证据。巴尔补充说，利用刑事司法系统作为默认解决方案的趋势正在增长，但人们不喜欢什么，他们就让司法部来介入和调查。特朗普一方指称选举存在欺诈和舞弊，但并无确实证据支撑。